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北车头，今仔日发生一件随机攻击案。一个40岁查甫人下晡2点外，伫咧大厅向起骹占一个菲律宾查某囡仔的腹肚。铁路警察接到通报了后，是随甲人抓起来。民众坐在大厅，有些人是躺着，然后他就突然去随机攻击路人，然后还对其他民众咆哮，又回来踹了一位家属，然后还有一位小孩，3岁小孩，然后那位3岁小孩听说头部有受伤。那员警到场后，经调阅监视器确认犯嫌，以脚踢击被害人腹部。那警方依现行犯逮捕，目前还在调阅监视器，要确定厘清后，看他怎么来，怎么离去，那我们才能整个清楚说总共有几位被害人。为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，讲这查某囡仔伫咧车头的大厅走来走去，即个查甫人煞对伫伊后壁，用脚甲拐害伊跋倒了后，佮甲揽落去。家长看到了后是赶紧甲囡仔抱走。初步调查，哪像是即个查甫人因为袂爽囡仔伫遐撞来撞去，挡着伊的路，才会安尼做。加在查某囡仔意识清楚，已经送病院治疗。因若警方嘛依照杀人未遂罪嫌，甲即个查甫人送办，敬请有妨成羁押。